粉嶺區咧已經有好幾年咧冇乜新樓盤推出啦。今次我哋睇嘅咧就係一個咧近期比較多人留意嘅新盤喜日。喜日咧喺粉嶺嘅聯和墟和風街28號，佢總共有2座，高咧大約有24層。佢主打嘅咧都係細單位為主。而家咧仲喺地基嘅工程階段，估計咧要去到2018年嘅年尾先入伙㗎。聯和墟咧係一個舊區，四周圍啲樓咧都唔算高，所以咧遲啲當喜日起好之後咧，應該咧就係成堆舊樓之中最搶眼同埋一枝獨秀嘅新樓嚟啦。嗱，以發展商售樓書嘅圖則嚟睇咧，喜日嗰2座樓係屬於雙連式嘅設計，成個屋苑嘅正門咧就係開喺西北位和風街呢邊啦，亦即係話咧呢邊咧就係成個喜日嘅明堂位啦。呢條和風街啲車流咧唔算急，而且咧兩邊仲可以泊到車添啊，所以某程度上咧可以做到風水上嘅收水同埋立財嘅功效啦。但喺實地睇嘅時候咧，我都係略嫌佢個明堂空間唔夠大，唔夠闊落，所以咧都係有少少扣分㗎。不過咧好彩佢對住嗰啲舊樓咧唔算太高，加上咧喜日嗰2座樓下面仲有一個咧幾層高嘅基座，所以無疑中咧向呢邊嘅單位咧景觀上應該唔會太受前面嗰啲舊樓影響啊。如果坐向線道立得靚嘅話咧，啲單位可以望得遠，望得開揚，咁就會對風水更加有幫助啦。嗱，我哋再走到去成個屋苑嘅右手邊，亦即係聯盛街嗰邊啦。其實頭先講咧，正門和風街嘅車流咧係由呢邊聯盛街引入嚟㗎，所以咧呢邊咧可以算係成個屋苑嘅一個重要嘅來水位嚟㗎。我喺現場睇過啦，呢邊咧都係望住一啲唔高嘅舊樓為主，而且咧亦都冇乜太多嘅建築物上嘅煞氣，來水冇帶煞氣，所以整體嚟講咧都尚算係穩陣。好啦，我哋再走到去屋苑嘅背脊，亦即係咧聯和道嗰邊睇下啦。嗱，呢邊咧有一個聯和墟嘅地標喺度啊，佢咧就係聯和市場啦。不過呢個市場咧已經喺2002年停用啦，而且咧因為保育嘅關係咧，所以一直 keep 住保留到佢而家。不過喺風水學上面嚟講咧，自己住嘅大廈後面，如果有一啲咧空置咗好耐嘅舊屋，甚至係一啲咧殘舊嘅屋咧，一般嚟講咧都會影響自己嘅人丁運勢，包括咗健康運啊。因為古人認為咧呢啲殘舊而且冇人住嘅屋咧，五行上咧係屬陰㗎，所以對人丁嘅運勢咧會有影響㗎。嗱，對於呢個咧好有歷史價值嘅聯和市場咧，其實我個人認為咧佢都幾有特色㗎，而且喺香港咧真係買少見少啦，所以咧都應該係值得保留㗎。不過咧一支針就冇兩頭利，要想風水好，又要講求保育嘅話咧，咁就要喺兩樣嘢之中咧攞個取捨同埋平衡啦。嗱，另外咧喺呢邊嘅聯和道咧有一個小巴站同埋的士站，呢兩樣嘢咧都係屬於聚人氣嘅地方啊。可以同呢個冇人氣嘅聯和市場咧做到一個陰陽平衡同埋調和嘅功效啊，所以呢一點咧都係屬於風水上嘅一個補救方法嚟㗎。最後睇埋屋苑嘅左邊，亦即係聯興街嗰邊啦。呢邊咧都係以一啲舊樓為主，啲舊樓咧對喜日嚟講咧，亦都唔算帶有煞氣。其實呢邊咧係屬於喜日嘅去水位嘅位置。啲車咧經由正門嘅和風街一邊流入呢條聯興街，然後再經聯和道咁流走。好啦，等我總結一下啦。車路咧又稱之為假水，喜日咧四邊都有車路包圍住，形成咗咧啲水好似包圍住佢氹氹轉嘅情況啊，就好似一個護城河咁樣。呢種帶有動像嘅假水咧，可以令到成個屋苑咧變得更加有生氣。如果配合得好嘅話咧，更加會刺激成個屋苑嘅財運同埋官祿運勢㗎。嗱，大家而家睇到啦，喜日仲係一個地盤嚟㗎，所以如果要準確咁度嗰2座大廈嘅坐向嘅話咧，咁而家只可以靠售樓書所講嘅資料啦。我諗咧，等遲啲咧佢起到咁上下嘅時候，我哋再翻嚟呢度用羅庚再度一度佢準確嘅坐向，了解下佢整體嘅風水大局，好唔好啦？